这位是我们班的随玉同学，因为前几天家里有事情，所以没赶得上我们开学。大家请多帮助他。大家好，我叫随玉。随玉，你自己也要积极去借别人的课堂笔记，好能赶得上大家的进度。可以回去签到了。我们今天这堂课先进行一下上一单元的题目小测。题目发给你们，打开电脑接收。随玉，你也可以尝试写写题目看。进球了！重新来，咱们家温说。哎，苏萌。哎。子玉，老师说你身体不舒服，没事啊，只是有点咳嗽。那你就不能喝冰的。我的是热的，喝我的。哦，谢谢你啊。没事。那个新来的到底是什么来头啊？竟然敢喝我们老大公主的饮料啊！找死啊！我刚才听说老师特别把他叫过去，你们知道说了什么？好像是他生病了，不能上什么游泳课。到底真病还是假病？我看他吃的倒挺多，一点都不像生病的样子。这比较不济。刚刚看见你从卫生间里面出来，没事吧你？吃多了去拉肚子吗？我没事，陈同学，谢谢你啊。你看起来那么单薄，唇红齿白的，吃那么多都吃到哪儿去了呢？啊，陈同学，我吃的多，但是消化的不多。谁在跟你讨论你的消化？我跟你很熟吗？难道不熟吗？我们不是同班吗？凭你，有资格跟我熟吗？这在拍哪出戏啊？哟，这不是我们班的最佳苦情男主角吗？这有什么意思？我没想到你这么卖的刷存在。爸爸妈妈出事儿还不够你在校外招名声，现在还跑这儿来凑热闹，你无不无聊？怎么？忘记？看什么看？给我上！你们挡到我了。朋友挺多的嘛，随玉。我们走。谢谢你啊，你没事吧？没事没事。你们又挡到我了。哎，你叫陈浩轩是吧？我们一起去吃冰淇淋吧，我请客。我们？啊，走啊走啊走啊！欢迎光临。待会找到。2杯咖啡。25元，请付款。哎，我说，
你当真什么都不点啊？我请客哎。我不吃这种东西。你们到底找我来干嘛？还能干嘛？交朋友呗。我们是同学，不是朋友。我回去做作业了。这个人天生就这么古怪，可能比较内向吧。你到底怎么惹到程杰的？我也不知道啊，就惹到了。要是我和陈同学都没赶到，程杰真的把你揍了，你会还手吗？不会啊，为什么？他们有3个人，我这只有1个人。如果我还手的话，他们肯定会揍得更厉害吧？那你就白白挨揍。不会啊，我现在不是好好坐在这里吗？还多了你这个朋友。我们是同学，不是朋友。你爸爸今早出差，没办法亲自赶过来，但他还是很重视你的意见。如果你有什么想法或者建议的话，都尽管告诉我。249是我们明星科技所研发所有 AI 当中学习能力最强的。它不只是学习东西的快，而且在它犯错以后，经过校正，都不会再犯。你爸爸已经把他的感应系统跟你的联动装置做好了连接。也根据你的喜好下载了好多活动的程序。他知道我喜欢什么吗？当然，不相信的话，你去问他。249，开机。您好，你都会做些什么？尊敬的浩轩，我会解数学题目，做化学实验，下围棋，也会写程式语言 JavaScript。若您需要添加其他功能，您可以直接指挥我，或是指挥360手机助手输进我的应用程式中。那你会跳舞吗？尊敬的浩轩，我不会跳舞。那我教你吧。360手机助手，播放舞曲音乐。请问要播放什么风格的舞曲？街舞。你都学会了吗？249的运动神经跟它反应的装置，现在应该还跟不上你的速度，可能要做一些调整。没关系，我们慢慢来。OK， 重新启动。5、6、7、8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2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3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4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浩轩，你真的是太厉害了。请跟爸爸说，249的学习能力很强，只是创新能力还有待改善。OK， 没问题。哎，你爸要知道你跳舞这么厉害，肯定很开心的。请不要跟我爸爸说，他知道了不会高兴的。浩轩，我跟你说，你爸他真的很关心你，他每……
月，回来啦。这第一天上学怎么样啊？老师和同学还好吧？挺好的，老师和同学都对我挺好的。之前也打篮球，同学也同班呢。啊。你这怎么又咳嗽了？这是？没事没事。快喝点水。早上上学的时候咳嗽不已经好了吗？怎么这又严重了呢？80%是和同学吃冰淇淋变咳嗽的。玉玉，妈妈知道你想跟同学尽快热络起来，但不能为了这些去做一些不适合自己的事儿。今天2个同学对我挺好的，我想感谢他们，所以就一起吃了冰淇淋。喝点水吧，来，慢点。玉玉，你下次把朋友带到家里来，妈妈烧菜给他们，替你谢谢他们好吗？好。上次体育课害你输了，这是请你喝的饮料。那个叔叔阿姨他们还好吗？我不是要撕你们家的事情，只想告诉你，我真的很想帮你的忙。我的爸爸妈妈也很关心叔叔阿姨的，真的。我们爸妈认识吗？我们爸妈是大学同学，我的父母留校了，叔叔阿姨去了211。你真的一点印象都没有？张立曲，快上课了，你走不走？来了来了来了。哎，所以你知道我的小名叫安安？是啊。既然你爸妈跟我爸妈认识，那他们现在还在研究人工智能的课题吗？对啊。太好了，那你能帮我找一份相关资料吗？我爸妈现在状况不好，不太好麻烦他们。那还不容易。谢谢谢谢。走了，拜拜。拜拜。爸，你还记不记得那个教室的 AI 长什么样子？是不是很熟？郭敬明同名小说改编，《幻城》乐视视频即将开播。数学2进。来看。等他们一点点好动。